比如说我身边坐着的新龙门客栈的主创们，欢迎他们。我们先请几位主创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毛老师开始。谢谢抖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毛维涛。这次带着我们的戏剧电影，环境是粤剧《新龙门客栈》，走上了大荧幕。其实对传统戏剧拍成电影，在大荧幕上，这在中国的电影历史上不是首次。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就是我们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崭新的方式，把一个环境式的一个小剧场的，改编自这个我们的电影《新龙门客栈》，重新搬到了大荧幕上。我们叫纪实吧，就是用一种戏剧的方式。没有在实景当中去拍摄，也没有搭一个专门的棚，而在我们的这个非常小的这个戏剧空间里头进行了一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了解，英国电影有一种样式叫 NT Life， 我们这个可能应该以后叫 CT Life。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中国传统戏剧，更多的优秀的剧种能够让大荧幕前的观众能够看到，通过这次的抖音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我们的戏剧电影，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传统戏剧，也能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说得太好了！其实现在的话，我也感觉到很多年轻人成为了新一批的戏迷，他能感受到这种传统的韵味，也能感受到它当中带来的时尚和美学。那我也问一下三位演员，其实这一次的表演跟平时在舞台上的表演还是有不同的。进入了大荧幕的这个表演啊，感受怎么样？当然，首先要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后面有很多观众，也是你们的戏迷哈，大家可以招招手。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和粤剧一起跨界而来，跟这么多电影界的老师朋友们相见，也非常高兴我们粤剧能够以不同的形式，通过各种不同的平台，跟更多的朋友们见面。就是希望我们粤剧纪实电影《新龙门客栈》能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里。那么拍摄电影呢，其实因为我们还是基本上按照我们没有舍弃我们正常的舞台设计和表演，但是呢，因为在高清镜头下，这个表演的尺寸和舞台上还是有区别，这个细腻的程度还有夸张程度的这个城市的把握会有非常这个尺度拿捏的这个分寸的这个区别。对于表演又有了新一层的领悟哈。对，来，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李云霄，然后在我们的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中扮演老板娘金镶玉。将我们的这个环境式粤剧《新龙门客栈》拍成电影，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拍摄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很多镜头艺术跟我们舞台的这种现场艺术的完全不同的区别。真的是人物的准确性是最重要的。我要在非常短的这么几秒钟的时间里，把最准确的这种情绪传达给观众，然后让这个我心目中的金镶玉可以在我们粤剧这个纪实电影中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解读。期待。亚洲呢？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张亚洲，在剧中扮演周华安。这次电影非常感恩马老师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我得到了自我锻炼。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传统文化，也关注我们新龙门电影，谢谢。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马老师啊，在电影当中会保留很多我们很期待看到的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吗？当然，首先刚才你们一看，我们16的看着那点像爷们儿哈，对吧？我们就是以全女班，粤剧一直是以女子粤剧为擅长的，所以到今天小百花已经整整40年了。他们这一代已经是我是原生代的，他们已经是我们应该说第4代的演员了。我们当年的一出《舞女拜寿》可以说震惊全国，
拿到了金鸡奖。今天我希望这个通过他们这一代人，用我们这样全新的一种戏剧电影的一种记录电影的方式，再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去认识他们，能够亲近我们的传统艺术。所以这次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展示，我特别高兴。尤其是真的什么叫破圈，让我尝到了这个破天的流量，破天的富贵。当然我知道，当这些破天的流量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冷静下来。未来怎么样可持续性的去发展我们的传统戏剧，能够让更多的好的作品，更多的好的优秀的演员，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来认识他们。所以这次我们3位演员，一位是这个周环安啊，当年是这个梁家辉先生扮演的，金镶玉是张曼玉扮演的。贾婷是我们这次为了女小生特别创作的一个角色，特别有意思。没想到这个确实有期待，但是似乎好像在这个意料之外，但是在情理之中吧。得到了吴思远先生华人文化的大力支持，所以我们拿到这个授权，排了这个戏，已经整200场了。刚刚上个礼拜完成了第200场的演出，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电影的拍摄。希望期待着通过大荧幕让更多的观众来认识，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我们东方艺术的一种美学，女子越剧。那毛老师，今天这是我们一个种草时刻，现场也有很多的种草达人，也有我们电影界的朋友，能不能浅浅的展示一下我们会在里面看到什么，给我们下个小钩子，到时候我们在电影院的时候再解密。他们今天这个穿着打扮，好像刚才那2下呢，我们也这个太花拳绣腿了啊！但是他们这个呢又没法展示，要不我们也没准备，要不你们清唱几句好吗？哇！可以大饱耳福了。那您给安排一下哪一段呢？我们这样吧，我们清唱，你们因为3位就唱一下我们最后《新龙门》最后的这个结尾的时候那个《笑傲江湖》的那一段3重唱，好吗？好，来《笑傲江湖》3重唱。找个调。赠一杯，金银3岁，金星辰。我本夫家父亲生，是那3岁，是那星辰，是那星辰。金江山，金红尘。我本父名负心人，废了江山，废了红尘，废了红尘。念去不闻，谢谢。谢谢。大家可能听不懂，最后那一句就叫念去不闻，去不问。这个
江湖是什么？江湖就是自由。同时在新龙门客栈当中，我们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墨子的这个非攻兼爱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越剧艺术、女子越剧艺术结合在了一起。期待着观众们能够在荧幕上看到我们的这个新龙门客栈。太期待了，我们掌声来说明一下我们大家心里面的期待值，好不好？可以听一下啊，包括我们后排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再次谢谢几位主创，期待你们的电影《新龙门客栈》，请坐。那别的不说啊，丽君前排就肯定有一位《新龙门客栈》的自来水，来举手一下。浩宇是不是？